什麼是壓力？壓力是個人對環境需求如學業、人際、工作的生理與心理反應，通常與個人喜歡的生活事件有關，例如能使我們感到興奮或刺激，激發我們去達成目標。有負面的影響，使我們不去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或者去做令自己不快的事情，這是一般人通常所稱的壓力。適度壓力能提升專注與動力，但過度壓力會令表現下滑。壓力源是從環境而來的刺激，這些為我們帶來威脅、傷害、擔心或壓力等感受的事件或外在環境，都可稱為壓力源。可以被視為對壓力源的一種反應。個人思想及情緒，當事人如何看自己人生中的各種際遇，即覺得緊張。與壓力有關的反應行為，例如咬指甲、眨眼，以及踱步等身體活動。最常觀察到對壓力源的反應就是心血管系統、皮膚和肌肉，例如緊張時會呼吸加重、震顫、發汗及肌肉繃緊等。這些針對壓力源的心理、行為及生理反應稱為壓力狀態。壓力狀態影響着一個人的全人健康。在同一或相似的壓力源之下，有些人的壓力反應很快過去，但另一些人的壓力反應持續，甚至越來越強烈。原來這跟一個人擁有多少資源及運用什麼策略令適應壓力源的程度有關。